相信咧係人都會知道啦。如果住喺香港區嘅話咧，能夠住喺半山或者山頂咧，絕對係身份嘅象徵啊！但係好多時咧，我哋住喺半山位置，交通唔方便就絕對噶啦。但係今日咧同你嚟到嘅並唔係啲咩山卡拉地方，係真正位於九龍東嘅半山位置。除咗擁有半山嘅氣勢非凡嘅氛圍之外咧，我哋仲擁有住世界聞名嘅維多利亞港震撼嘅景觀，會唔會令你意想不到呢？啥情況？而呢個咁令人矛盾嘅項目咧，就係我身後邊由香港4大發展商之一會德豐打造位於東九龍半山位置藍田地鐵站旁邊嘅 Coco Hills。我哋項目只需要一首歌多少少就可以去到呢個地鐵站啦。但係貼心嘅發展商都貼心地為你準備咗尊貴嘅7人車無縫連接去翻可以1站觀塘 CBD、2站港島區嘅藍田地鐵站，完全無懼10號風球、黑色暴雨、風吹雨打。而且我哋嘅 Coco Hills 咧，雖則係市區嘅項目啦，但我哋亦都擁有市場難能可見嘅7萬尺會所嘅會所空間啊！健身室、50米標準泳池、籃球場、宴會廳全部一應俱全啊！絕對保證你1個月唔出街都好咧，都唔會悶出嚟啊！再加埋我哋一出門口咧就麗港城啦、啟田商場、匯景商場呢啲中型一定會用到嘅民生商場，所以買入我哋東九龍半山地段，真心與眾有不同啊！咁廢話都唔多講啦，即刻跟 Kenny 鏡頭去睇睇呢個 Coco Hills 發生咩事先。我哋會德豐打造嘅 Coco Hills 咧，單位相當地多元化，1房、2房、3房，甚至乎 Kenny 而家身處於嘅4房咧，全部一應俱全。而且最緊要嘅咧，就係我哋唔係樓花唔使等，即買即住即收租啊，相當地正啊！咁我哋廢話都唔多講啦，即時睇一個咧登頂打大佬1300尺4房雙套房，再加功能套房，作一個咁靚維港景嘅單位，即刻同你睇睇。天哪！影幕前嘅咁多位，你哋好啊！我香港土生土長你嘅地產好朋友 Kenny， 門口位置咧雙開門嘅設計絕對係基本啦，咁樣先可以做到個大閘門嘅氣勢可以出到嚟噶嘛。而我哋門口咧亦都幫你做 Samsung 卡卡指紋，再加密碼門鎖噶啦。最緊要咧喺我哋呢個超過350平方尺嘅大客飯廳當中，配合埋3.15米咁高嘅樓底，整個豪宅氣派出晒嚟啊！喺我哋飯廳部分咧，絕不誇張啊 ，set 翻張12人嘅大圓桌咧，完全冇問題。我相信擠翻張 U 字型嘅6人梳化絕對冇問題啊！再加埋呢一幅牆身咧200寸大投射銀幕，唔誇張啊嘛。而最緊要咧出到嚟我哋露台部分，記得我哋嗰陣時咧就唔係3開露台喎，但是我哋嘅露台空間相當地豐富，而望住出邊咧維港雙門廊嘅景觀，再加埋咧節日爆翻出嚟嘅煙花景，哇！睇到呢個景親心，夫復何求咧？我哋4房嘅豪宅廚房當中咧，你會見到整個面積空間相當地大，呢個大 U 字型咧俾你用盡晒之餘咧，有我哋入邊嘅廚房電器咧，絕不跟你妥協啊！全部用翻德國名師品牌西門子嘅抽油煙機咯、水爐頭咯，仲有燒烤爐添，仲有呢個微波爐、烤箱啊、咖啡機，全部一應俱全啊！我哋呢條短短走廊嘅位置已經幫你分開咗4個睡房、3個浴室啦。我哋先由睡房開始，我哋呢間叫細房啦，但入